因己人所为，他们是在证明什么事情？啊，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不排除，这太离谱了。不排除两人所为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可以这样下结论。为什么您认为这个比较离谱？不是你不能，你没办法达成这个结论吗？对，你现在做什么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几个人做？我们看到这么多伤啊，一个人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一个人可以。所以您认为说这个过度杀害是绝对可以成立的，绝对成立，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问题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哎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过度杀害的案例，所以这是我当初接案的理由。他如果一个普通的凶杀，我才不接，因为这个普通凶杀这么多嘛。所以说你认为这件事一人，就是说可以一人所为，可以，但是可以判断说是一人所为吗？我没有办法，这个不关我的事，跟你讲过。没有办法判断。那个我认为这个谢志宏没有动机，没有那么强的动机。我帮你把风可以，我帮你怎么样可以，没有帮你砍那么多刀啊，没有道理。没有帮你行凶的，对，没有强烈的动机。对，没有那么强，你知道，然后下手又那么重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下手都非常重。啊，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谢志宏有这么强的动机了。当时这个老农为什么没有解剖？啊，这个是那个环境背景的问题啊，因为当时的环境，台湾的那个业界，我们司法业界的认为就是只要有死因就 OK 了。当时的背景是这样，对，就是只要有死因就可以了。所以当时就只有香验，没有解剖。对对对，那解剖的目的呢？当时解剖的目的是没有死因嘛，寻找死因。但是寻找死因来做解剖这个概念早就落伍了。那个我在1990年去美国受训的时候，解剖的目的就改了，不是去寻找这些，而是去确认死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在1990年学到，我吓一跳，带回来他们都不信。可是你看1987年，民国87年，1997年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回来快10年了，都没有办法改变。事实上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。所以这是时空背景的问题，并不是检方的疏漏啊，不是，那个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都这样做。哦，是，所以蛮可惜的了。是。